啊，孙儿，走吧，爷爷，慢点啊，爷爷。艾老板，裘某还要问一句：你真愿意花2万两银子给那些灾民吗？没错，只要能治好我爷爷的病，再多的钱我都愿意出。好，艾老板，真是财大气粗啊。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，咱们商会做买卖有个规矩，只收现银，您看呢？孙儿啊，这裘老板是不相信咱们艾家的实力，把咱们带的现银拿上来给他瞧瞧。是爷爷，请各位稍等一下，抬进来吧。这里是2000定银，明天早上，在这个地方，一手交钱一手交粮，如何呀？好，艾老板，性情中人，快人快语啊！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，击掌为凭。这艾老板的为人真是爽快啊！是啊，来人，送艾老板。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啊！对，没错。哎呀，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凑够那2000两定金，我跟丽萍娘娘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全都给当了，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。放心吧，等锁头回来以后，你当的那些首饰全部完璧归赵，少了一件，你唯我是问。光完璧归赵可不行，我得加上利息呢。行，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。当然了，你就是个大竹杠，棒！欢妹，别闹了，让主子先回房间休息吧。咱们还得去和侍卫兄弟们商量一下今晚的行动计划。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，裘贵一定加强了对庄园的守卫，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。不用了，我不累。我跟你们一起好好谋划谋划。今天晚上啊，这个行动我一起参与。陆小弟，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？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打劫官府啊？你可是皇上。我看起来很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皇上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危险？我自幼父母双亡，8岁登基，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？就像上次擒拿鳌拜一样，那不也是在冒险吗？其实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渴望冒险，渴望刺激，只不过身在禁宫不得自由罢了。再说了，这一回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，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。这是裘贵庄园的前门，这是后门，中间的花园还有一道暗门，这是粮仓，这里是银库。龙小弟，喏，给你准备的夜行衣，换上吧。好啊，我终于也有机会当一回侠盗了。李大夫，给我更衣。主子，万使不得呀！以您的身份，怎么能跟着他们去打劫官府呢？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奴才万死难恕其罪啊！你啰嗦什么呀？我5岁就开始习武了，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今天晚上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。公公放心吧，有我兄妹在，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大不了我们放弃此次行动，绝对不会置主子于险境的。李太医，你这话说得轻松，那裘贵庄园内机关重重，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？再说了，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，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劫官府，而我又未能劝阻，那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。行，我不去了，你先起来吧。谢主子体恤。
得罪了李公公。你这个老东西，老在我耳边聒噪，我又不是小孩了，真烦人。李公公，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，我们速去速回。小姐，老奴给你炖了一碗燕窝。哦，我现在不想吃，我有些不舒服，要歇息了。啊，小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老奴帮你找一个郎中给您看看？不必了，我就是身子有些乏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哦，那小姐，您先歇着吧，老奴明儿一早再来看你。老奴先行告退了。嗯，你下去吧。走了，这奶娘真够烦人的。如今在这世上，奶娘是婉妹唯一的亲人了，还望前辈多担待。孟大哥，真是宅心仁厚。怪不得你虽是刘德昭的护卫，婉心妹妹仍然对你倾心。我家本住在城外南湖边上，婉妹从小就喜欢女扮男装，背着她爹溜到南湖边来戏水。我俩也算青梅竹马，直到她被选为秀女，前来跟我告别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她是舒大人的女儿。原来是这样。孟大哥打听到婉心妹妹的下落了吗？打听到了，她现在被软禁在裘贵的府宅里。只因我受了内伤，再加上裘贵又加强了守卫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没有贸然行动。都怪我那夜下手太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等都是有心意之人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出舒小姐，让你们远走高飞。多谢前辈，不打不相识。前辈不必挂怀。如今裘贵一心只想着把婉妹献给刘德昭，而刘德昭眼下一门心思要对付钦差大人，所以婉妹暂时是安全的。我先帮着你们把裘贵私吞的官银给劫了，先救了那些灾民再说。好，这次我们能否顺利地劫走裘贵私藏的官银，就全靠你了。在下一定全力配合。其实这些年保护刘德昭，我内心也十分矛盾。如果真能为灾民做些什么，也算稍稍赎点罪吧。哇，陆小弟，你穿上这身衣服太逗了，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。你看看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新鲜的。哎呀，得亏索大人不在，要是他在的话，非得被吓得屁滚尿流的，肯定不让咱们去冒险。哎，那个金蚕背心穿了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穿啊？你要是不穿的话，我不带你去啊。我骗你的，老大吩咐小弟的话，小弟怎么能不听呢？不信你摸摸。真的穿了？嗯。别摸那儿痒。还真穿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带你去。你知道吗？这次你亲自出马，可是我们比平时紧张的10倍还不止呢。我也是从小练武到大的，虽然武功呢没有你哥哥好，但跟你比起来差不多。吹牛！主子，臣得再提醒一遍，这抢劫官银可不是儿戏，臣会尽量保护主子的安全。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主子切不可恋战，必须在臣的掩护之下尽快撤离。你放心吧，我虽然喜欢冒险，但也不想当一个被当盗贼拿住，再被砍掉脑袋的窝囊废皇帝。哼，这样吧，到了那儿全听你的吩咐。好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请主子把裘贵庄园的机关设计图和地形图再熟悉一点。好，出发吧。这个龙小弟平时挺老成的，今天这么任性，
难道是受了我的影响？我事先鼓动了大批灾民到府衙和城中各大户门前闹事。刘德昭调集了大批的兵力，正在忙着驱赶灾民。这边的守卫就只剩下裘贵自己培训的家丁了。哦，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，做得好。等一会儿，巡逻外墙的守卫换岗，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机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冲掉那边的转角。那里是一个视线盲区。好，该你们去了，该你们了，来，你们去吧，来，沉点，来了，先走了，快，冲过去。龙小弟，紧张吗？紧张，但是好刺激啊！江洋大道还挺好玩的。太是了。主子，千万别孩子气，这可是杀头的勾当啊！每年有多少盗匪，要么当场死于非命，要么被官府抓住处以极刑。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，能够一再得手。但是久走夜路，哪能不湿血？最终都是难逃一死。哎，呸！你怎么老说这种不避讳的话呀？死的，我们才刚开工。第一组侍卫兄弟已经得手了，藏在墙头高处的暗哨已经被解决了，我们可以翻墙进入庄园了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探探。老大，你们刚刚不用把我架上来的，我平时也练过轻功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以为你是真龙啊？你还可以自己飞，得了吧你！记住我平时教你那些轻功的方法啊，下次没准能用得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老大最厉害。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我是你老大呢？走。我怎么觉得浑身有点痒啊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啊？主子别担心，他们是咱们从宫里带出来的侍卫，这两个是第二组。主子，我先带他们去解决守在银库门口的几条狗。欢梅，你带着主子来银库来跟我会合。路径图都记清楚了吗？当然了。这庄园的路径其实是一个迷魂阵，千万不要走错了。看不起我啊？不可大意，你自己走差了不要紧，以你的轻功自然能够脱身，可是主子就危险了。我是老大，我肯定能保护好我的龙小弟的啊！你们小心一点，我先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紧紧跟着我的步伐，一步都不能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老大。走。来，怎么了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？应该是这边，走。那到底往左还是往右？好像是往左吧？你确定啊？往右，往右。有点迷糊啊。那好吧，我不懂这个机关阵，还是往左吧。听你这个老大的吧。这停。这边。往左，走。这是停。咱们是不是又回到原地了？好像是。老大，你不会学艺不精吗？把这迷魂阵你都给认错了。我只是稍微失误了一下嘛。这回肯定没错，往右转。不是老大，你确定不是往中间吗？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？你宫里老师教过你阵法吗？不是，我是没学过阵法，可是你哥哥刚才给的地形图我是看过的。我记得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啊，似乎是往中间走。你看似乎，这说明你也不确定。不是，我是记得该往中间走，但是你又说是往这边，我就不确定了。不确定是吧？我是老大，听我的，走。那。
我确定，我们又回到原处了。我也确定这就是原著。不是，老大，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总不说你的师承来历了。感情是你的师傅们从来不让你在外头打他们的名号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我师傅说了，说我天资聪慧一点就通，我只不过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。你哪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师傅没被你气死，也算是上天垂怜了。不许取笑我，朱哥哥老取笑我，你不许取笑我，我是你老大，知道吗？好好，小弟不敢取笑老大。老大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刚才不说往中间走吗？啊，那就听你的呗，中间走走看呗。哎，那走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你们谁呀？可以啊，反应够快的啊！哎，其实挺害怕的，看得出来了。胆小鬼！鬼呀！出鬼！老大，你胆子好大呀！我就是怕鬼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怕。是吗？是啊。喂，你们俩在干嘛？偷懒是吧？快来人！朱哥哥，还好你来救我们了。我看你们迟迟不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又犯糊涂了。前面挡路狗已经被我解决了，离他们换班还有半个时辰，抓紧时间。小心一点。我来。全都搞定了。你呀，以前上课老是偷懒，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。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哇！我没事，幸亏你反应快，不然我现在只怕朱哥哥，对不起，刚刚都是我大意了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，我再检查一下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。注意安全。朱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再生气了。你以为我生你的气，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？没想到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最先救的，竟然是他。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？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你看他武功不行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，我得保护他嘛。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，你也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。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，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，再救我自己。你呀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能装多少是多少，快！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啊！
真是太痛快了！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，我必将终身难忘。哎呀，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。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的？嘿，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？那好，不赖你啊！老大辛苦了，等回宫了以后呢，我就重重的赏你。赏我呀？赏我什么？你说个数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500两，300两，200两成交。你越来越小气了，你不会赖账吧？我发誓，绝不赖账。我以我本人做担保。我要是赖账的话，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。哎，算了吧，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，我可养不起你。如果你要赖账的话，我自认倒霉呗。李太医，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，不仅医术好，武功好，还懂得机关阵法，懂谋略。让你做一个太医实在是太委屈了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提拔你。主子，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，并非臣有多厉害，而是臣的运气好。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。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，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？是。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啊！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，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。李公公得罪了。主子，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奴才也要吓死了。李德福，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太皇太后，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。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，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。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！真是没问题，又财大气粗啊！哎，这样也没问题，对，说没错。艾老板大手好。老爷，银子都验过了，都是成色十足的官银。好，艾老板，真是诚信之人呐！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，就在码头仓库里。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，可以放粮了吧？那是自然啊，去，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。是，好的。跟我来，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艾老板，真是大善呐！您行此善事，上苍必定眷顾，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。裘某在此，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。多谢裘老板吉言。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，艾老板，上个光，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好说好说，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说，庄园进了盗贼，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。这3万两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昨夜，庄园进了贼，盗走了3万两银子。你废话你！啊！这么大个事，现在才来报？报了，今儿4更天就发现出了事儿。庄园管事马上派人给老爷还有巡抚大人报信儿，可等到5更天没见回音，庄园管事就派出了第2批、第3批人报信，可还是没有回音。庄园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便让小人骑马绕行了10几里前来报信，这才顺利进了城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？艾老板，
我那几批送信的人，不会是让你的人给劫了吧？你说呢？这么说，这批银子是从我庄子上劫的了？你说呢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去，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把他们抓。别嚎了，你外面那几条狗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，嚎也没用了。你。爷爷，咱们不能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来。把银子全都抬出去，交给李护卫发放给灾民。走吧，松儿。等一下。爷爷，我想了想，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脸上留点墨宝，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。意下如何？这倒挺有趣儿的。别动！再动的话，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！这边再写一个字啊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好了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写完了。行了行了，别鬼叫了。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爷爷的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，最好在你们脸上永远不要洗掉。给你们还有刘德昭敲个警钟，知道吗？走吧，松儿。走吧，爷爷。慢点啊，爷爷。好，谢谢啊，终于有吃的了。艾老爷，谢谢您。艾老爷，您可是活菩萨呀，是吧，乡亲们？各位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。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两，全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。接下来，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，帮大家重建家园，度过灾年。谢谢皇上，谢谢大家，朱哥哥，灾民们暂时得救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灾民得救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可如此一来，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收买民心了。大人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老爷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？大人，舅老爷的库银被盗了。你说什么？银库被盗了？不仅被盗了3万两银子，还有1000担的粮食，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。待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，
那帮人已不知去向。萧萧齐，这些刁民，这是要造反呢！去看看。老爷。 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哎呀呀呀！你慌什么？老爷好着呢。 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慢慢说。果儿和那几个商人被人给绑了啊！看看去。走。果儿啊，果儿啊！你知道轻点。果儿啊，这是哪伤着了？怎么不起来？这人怎么了？啊，哪个不要命的干的？你到底出啥事儿了？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别吓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先起来说啊！先起来！别碰我！我说啊，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星爱，以前没打过交道，京城来的客商。 看见了吗？看见我的脸了吗？让我抓到他！我扒了他的皮！刘德昭，这事你必须得给他做主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这脸，这脸都成这样，他怎么见人？他怎么活呀？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？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欺负过？我跟你说，这事你要是不给他做主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就甭想来了！别没有！好了，成何体统啊！有事回家说去。这真是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在我小舅子头上动土啊！若是让本官抓住，非得给他碎尸万段了，扒了他的皮，扒了他的皮，给我喂狗去！你听见没有？这喂狗！娄小弟，这杯酒我敬你，谢谢你为了老百姓，肯跟我们一起铤而走险。老大，这杯酒应该是我敬你和你大哥才对，要不是你们兄妹俩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大清的子民要惨遭刘德昭和这些贪官污吏的迫害。我现在一想到刘德昭跟裘贵那副嘴脸，肯定十分狼狈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可是我笑不出来。这次出巡以来，我见到了太多平常在宫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大清的官员每一个都如此贪赃枉法的话，那我们大清的江山还能长久？看到那些灾民收到一点点赈济的银两，就三呼万岁。说实话，我很震撼，也很惭愧。我们大清的百姓是多么的善良，对官府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微，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多么的失职。娄小弟，为了刚才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你慌吗？康熙心情大好，拉着奕欢陪他喝酒。他们现在正在院中饮酒赏月呢。
大师兄，小师妹跟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你千万别介意。我知道，我会克制我自己的。太子，其实这次的行动我是一直不同意的，但是你却一意孤行。一来你们出生入死，倒是帮康熙收买了民心；二来你在康熙面前暴露的太多了。虽然康熙表面上嘉奖于你，但是内心也难免不会对你和奕欢起疑心啊。我明白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康熙身为大清的皇帝，为了灾民都可以去冒险一搏。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而畏首畏尾的话，那在欢妹的心里，她会怎么想我？奕欢怎么想你和康熙，这并不重要。你所做的那么多，难道就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。我没忘，我也不是为了讨奕欢一个人的欢心。六师傅，就如康熙为那些饿死的灾民落泪一样，那是他身为当今天子的良知。而我作为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如果连这点良知都没有的话，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？师父，大师兄说的对，正因为他是大明的太子，他才必须心怀天下呀。幼稚！这古往今来，有谁打天下靠的是妇人之仁？想要心怀天下，那我问你，你怀的是谁的天下？是爱新觉罗的天下，是大清的天下。你想要心怀天下，就必须要先打下天下，你才有这个资格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徒儿受教。龙小弟，你可认得此字？这不就是龙字吗？那你可知此字何意？老大，你是要考小弟的学识吗？那小弟可能会比老大你强上那么一点点。这龙字啊，本意是指能带来雨水的神物，在此呢，则既指春天的雷雨。耳者闻也，而与龙联合起来，表示耳朵听到春雷声。本意指这个年老耳背的农夫啊，平常无法与人交流，但在春分时节，他能听到春雷响声，便知道该下地播种了。后来慢慢变成现在的意思，指称别人耳背的毛病。龙小弟，若论这番学识，我自然是不如你。但是今天我想给你讲另外一层意思。你看这个龙字，是龙跟耳结成的，这个龙指天子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天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，民间的疾苦是听不到的。多谢老大指点，对小弟来说，犹如醍醐灌顶，顿生觉悟。此次出巡以来，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。等我回了宫以后，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变成白纱。龙小弟，一言为定。为了你这句话啊，我再敬你一杯。
下雨了。哈哈哈！最近雨势还挺大。看这个雨势，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。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，感动了上苍，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，拯救万民呐。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缓解了山区的旱情。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，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，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。我知道，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，让灾民们平安度日，直到下一个收获季。龙小弟，看来你这双龙耳真的打开了，能听见民间疾苦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。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，一定会惊动官府。索大人出去调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。再说了，那日我们都易容了，他们认不出来。就是嘛，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。主子，你看现在街道上，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，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所以都回家去了。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，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，还有一些老弱妇孺，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。主子，像那样的行动可一不可再，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，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，再安排可靠的官员，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，才是长远之计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。哎，龙小弟，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。怎么会像是铁尾呢？活菩萨呀！是呀，哪怕是活菩萨，现在都4全难保了。这劫了官粮官银，可都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就咱们老百姓最可怜了。逆来顺受是个死，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！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被抓了，多好的事儿，太可怜分粮了。咱们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。待我回宫之后，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发回重审，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，才判死罪，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，全部从轻发落。龙小弟，你简直太圣明了！怎么了？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了？你不信他说的吗？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只怕他的真心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，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，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，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椅，而不是百姓的疾苦。朱哥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？环美，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，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让开，让开！官爷，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，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3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，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，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呀。行，这3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！就这帮饭桶，只知道欺压老百姓，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？就是啊。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？可是这3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
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。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三步之下，何共过去？对，到了秋后，3颗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，关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，看看巡抚大人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对，走。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？咱们也跟上看看去。也不知道要怎么审。哎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，快点！跪下！让开！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临出来之前，为了预防万一，我把那道圣旨带了，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。不急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。这也不让我们进呐！走。王13胡二狗谢大牛，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，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？讲！大人呐，小老儿实属冤枉啊！那些粮食和官银，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？那爷在码头娶了好些个灾民，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更冤枉啊！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，本想赶着去的，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，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。等小人安顿好娘子，赶到码头，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，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，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搜出这些粮食和1锭银子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的。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，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，什么都没分到。哦，今早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，问了小人几句话，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。小人正感激不尽，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，谁想到还没等到粥熟呢，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，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，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。小人冤枉，大人！大人要明察！大人明察！大胆的刁民，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！来啊，传证人！带证人！这架势，我看着都害怕，何况寻常老百姓呢？参见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主子，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，是我之前加过药的。要是想洗掉的话，除非搓掉一层脸皮，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。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，脸上的字还在，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。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，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，除非他们撕掉脸皮，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。真的？那就太痛快了，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恶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？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？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？环美，就算主子说了，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，胡乱说话。
我知道，龙小弟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更何况你是皇上，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、1000只，可以撑上万只啊！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吵，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证人，认一认前面这3个，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。没错，大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冤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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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！王13，5个人都指认你们，你们还有何话要讲？大老爷，老朽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。这些迷药和米道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跟老娘职场挨饿，早都不想活了，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，家中若有迷药，早就不管这么多，先吃下去了，哪里还能留到官员们来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，王13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，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。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，大人请过目。哎呀，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2人没钱买迷药，那这药一定是王13配好后送给你2人的，对吧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13啊，大人！是啊，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13是谁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！老爷，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，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，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？大老爷，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2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大老爷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了，看这手法，简直是轻车熟路。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如果找不到我们3个，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。你们这些个刁民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！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！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，盗取府库官银的？大人，小民冤枉啊！明察呀，大人！一群刁民，刁民！事到如今还敢喊冤？好，来人呐，每人重打30大板！大人，看你们还敢随意打！小人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！